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19日，咱要对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读到第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章，哈娜记得讲：我的心因为上主欢喜，我的头因为上主也悬悬，我的喙感恩对着夸耀，因为你的拯救互我快乐。只有上主至圣，你以外无别个。咱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，人毋通自高讲骄傲的话，毋通自夸讲大话，因为上主是无所不知的上帝。人的行为受你评鉴，勇士的弓已经受压制，软弱的人得到快乐，富足的得互人请才有通食，枵恶的无个枵，未生育的生7个，有真侪囝的到尾无剩半个。上主互人死，也互人活，互人落阴间，也互人起来。上主互人善食，也互人好业，互人降价，也互人高升。伊对真爱提拔困苦的人，对本色对高升欠缺的人，互因甲尊贵的人坐做伙，互因坐大位。大地的根基上主建立，伊将世界安置伫迄顶面。伊保守伊忠信子民的脚步，互歹人伫黑暗中消失。人袂当靠家己的快乐较赢，着对上主的人会受拍碎。伊要对天用雷降阴，上主要审判全世界。伊要使快乐互伊的君王，互伊所竞选的头也悬悬。伊伫迦纳倒去伊伫拉玛的厝，囡仔撒母耳受祭司伊利指导，服侍上主。伊利2个囝是匪类，藐视上主，无守祭司处献祭的肉的规定。人献祭肉得主的时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举3摇的肉册，插入鞋钉攕出来的肉，祭司就摕去。迄时祭司对来示罗献祭的以色列人拢安尼做。毋安尼，肉油也未烧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甲献祭的人讲，肉一寡摕来去互祭司烘。伊无爱煮过的肉，爱生的。献祭人若讲油烧了，肉才照你所爱的摕去。祭司的仆人就讲袂用得，随时互我，若毋我要强客去。伊哩2个囝的罪伫上主眼中非常严重，因为因藐视献互上主的祭物。迄时撒母耳要细汉，穿幼麻布的衣服得祭司服，得服侍上主。伊的老母当年甲伊做一领细领外袍，甲伊的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，带来互伊。伊哩甲伊哩迦纳甲伊的某祝福，讲：愿上主对即个妇人人，搁使你惊疑，来保你献互上主即个囡仔。因就倒去因兜，上主赐福哈娜，互伊搁生3个后生，2个查某囝。囡仔撒母耳继续服侍上主，日日大汉。伊哩已经真老，听到伊的囝对以色列众人所做的代志，搁听到因甲会幕门口做工的妇人人做伙困。伊哩甲因讲：恁是安怎做即款歹代志？我对上主的子民听到恁的歹行为，我的囝，毋通安尼。我有听到上主的子民对恁的风评真恶。人得罪人，
上帝会甲伊审判，人若得罪上主，啥人会当替伊辩护？毋过，伊毋听老爸的话，因为上主已经决定要杀因。囡仔撒母耳日日大汉，上主甲人若听伊。有一日，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来见伊利，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祖先做埃及王的奴隶的时，我有对因很恨。我对以色列将支族经亚伦的家做我的祭司，伫我的祭坛献祭、烧香、传以弗得，这是福服侍我。以色列人用火烧献互我的祭物，我拢有分互恁祖先。我所命令伫我的厝献的生礼祭物，恁是安怎甲因吞踏？你看重你的囝，较过头尊重我，竟然准因对我的子民以色列献的祭物，摕上好的份去食甲肥卒卒。所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讲：我虽然捌应允你的家甲你的宗族会永远服侍我，毋过现在我上主决定无要照安尼对待恁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要尊重伊；藐视我的，要受看轻。看，日子都要到，我要斩断你甲你的宗族的手骨，安尼你的家族无人会当血受。伫我赐福互以色列人的时，你颠倒会看见你的厝衰败，你的家族无人会当血受。我会甲你留一个后代伫我的祭坛服侍，毋过你的目睭会失明，心绝望，其他的后代拢会早死。恁两个囝何弗尼甲菲尼哈会同一日死，这证明我对你讲的话一定是现。我会为家己设立一个信实的祭司，伊会照我的心意做代志。我会为着伊建立稳固的家，伊会一世人服侍我所选立的王。你的后代所剩的人，拢会对伊求其讨价，讲求你互我参与祭司的工作，互我通度3顿。第3章，囡仔撒母耳受以利教导服侍上主。当时真罕得有对上主来的信息，无常常有启示。有一暝，以利伫家己的房间伫困，伊的目睭已经雾，看袂明。撒母耳伫藏上帝约柜的殿内嘛伫困，天还袂光，上帝的灯还伫倒。上主叫撒母耳，撒母耳应讲：我伫遮。伊就走去以利遐讲：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以利讲：我无叫你，倒去困。伊就去困。上帝阁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：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伊应讲：我的囝，我无叫你，倒去困。迄阵撒母耳毋捌上主，上主的话也未对伊启示。上主第3遍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：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以利才知是上主在叫囡仔。以利就甲撒母耳讲：你搁去困。伊若搁叫你，你就讲：上主啊，请你讲，你的奴仆在听。撒母耳就搁倒去困。上主搁来徛殿，亲像前几若遍安尼叫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应讲：请讲，你的奴仆在听。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注意听，我要伫以色列人中间做一项代志，互听到的人拢惊一条。伫迄日，关系以利的家，我所讲的代志，
拢会实现。我有甲伊讲，我要永远审判因一家。伊知伊诶囝有犯应该受咒诅诶罪，阁无甲因谴责，所以我对伊利诶家咒詛，伊利因即家诶罪用生理诫命嘛袂当得到赦免。撒母耳困到天光，开上主诶殿门，撒母耳毋敢将异象甲伊利讲，伊利叫撒母耳讲，我诶囝撒母耳。伊应讲，我伫遮。伊利讲，上主对你讲什么？你毋通甲我隐瞒。你若将伊甲你讲诶对我暗藏一句，愿上帝加倍甲你责罚。撒母耳就将遐话拢甲伊利讲，无对隐瞒。伊利讲，伊是上主，上主会照伊看做好诶去做。撒母耳渐渐大汉，上主甲伊同在，互伊所讲诶话，逐句拢实现。对但到伯示巴，所有以色列人拢知，撒母耳确实是上主诶先知。上主继续伫示罗显现，上主伫示罗用伊诶话启示撒母耳。第4章，撒母耳诶话传遍以色列。以色列人出去要甲非利士人交战，因伫以便以谢附近集营，非利士人伫阿弗集营。非利士人排阵攻击以色列人，因大赢，杀死以色列人大约4000人。以色列军队倒来营内，因诶长老讲：是安怎上主今仔日互咱杀死非利士人？咱来去示罗，跟上主诶约军来咱遮。安尼，伊伫咱中间，为救咱脱离对敌诶手，因就派人去示罗，将上主万军诶统帅诶约柜扛来，因为上主坐伫约柜顶面两个天使基路伯诶中间，伊离两个囝腓尼哈，甲上帝诶约柜做回来。上主诶约柜来到营中诶时，以色列人大声喊，地煞震动。非利士人听到喊话诶声，就讲：希伯来营中遐尼大声，是咧喊什么？后来才知是上主诶约柜到营中。非利士人惊吓，讲有神明来到因诶营中。因讲惨啊！咱前到今毋捌拄着即款代志，咱惨啊！啥人会当救咱脱离即款大权能诶神明？以前伫旷野用逐款灾害拍死埃及人诶，就是遮诶神明。非利士人啊，伫勇敢，着做大丈夫，恁才免做希伯来人诶奴隶，亲像因以前做咱诶奴隶，着做大丈夫，甲因交战。非利士人就出阵，以色列人战败，步兵死3万人，其他诶拢逃走倒去因兜。上帝约柜互非利士人抢去，伊离两个囝和腓尼甲腓尼哈嘛拢死。同迄日，有一个便雅悯支族诶人对战场走来示罗，衫拆离，头壳染土粉，表示哀伤。伊到诶时，拄好伊离伫路边坐伫伊诶椅仔伫看，因为伊伫挂入上帝诶约柜。迄人入城报消息，全城诶人拢嗷叫。伊离听着嗷叫诶声，就问因咧喊什么。迄人赶紧来甲伊离报告。迄时伊离已经98岁，目睭查查无看见。迄个人甲伊离讲：我拄仔对战场来，对战场逃走来。伊离讲：我诶囝代志安怎？
报消息的因讲，以色列人战败逃走，互人杀死的真多。恁两个囝何弗尼甲菲尼哈嘛死，上帝约柜互人抢去。迄人一个讲着上帝约柜，伊哩就对伊亚倒向向，倒落去门边，红棍子就死，因为伊年老佮大哭，伊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。伊哩的新妇菲尼哈的某怀孕得要生，伊听到上帝约柜互人抢去，大寡甲丈夫拢死的消息，忽然嘴唇探痛，开落去生囝。伊得要死的时，伫边仔伫照顾的妇人人甲伊讲：免惊，你生查甫的。毋过伊点点无回应。伊甲囡仔号名叫伊加卜，意思是上帝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，因为上帝约柜互人抢去，大寡甲丈夫嘛拢死。伊阁讲，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，因为上帝约柜互人抢去。第5章，非利士人甲上帝约柜抢去，对以便以谢运去阿实突。非利士人甲上帝约柜运去大袞的庙，甲伊放伫大袞的边仔。隔日透早，阿实突人起来，看到大袞倒伫上主的约柜头前，面趴伫涂骹，就将大袞搁抬起来伊的原位。搁隔日透早引起来，看到大袞搁再倒伫上主约柜头前，面趴伫涂骹，头甲两只手掌拢断去，落伫河顶顶面，只有剩大袞的身躯。因为安尼，大袞的祭司甲所有入阿实突大袞庙的人，到今仔日拢无踏大袞庙的河顶。上主的手重重拍阿实突人甲周围的人民，互因生毒疮，佮互因惊。阿实突人看到安尼就讲：以色列上帝约柜毋通佮放伫咱遮，因为伊的手重重拍咱，嘛拍咱的神明大袞。阿实突人就派人请非利士的首领来问因，讲：阮着安怎处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？因讲，甲以色列上帝约柜运去迦得，因就将以色列上帝约柜运去。约柜一个运到遐，引起大恐慌，因为上主的手攻击迄个城，佮拍城内的人，互城内的人无论大小，拢生毒疮。因就将上帝的约柜送去以色列。上帝的约柜一个到以色列，以色列人话讲，因将以色列上帝约柜运来咱遮，是要害死咱甲咱的同胞。因就派人去请非利士拢总的首领来，对因讲，甲以色列上帝约柜送倒去原来的所在，才要因害死咱甲咱的同胞。全城充满死亡的恐慌，因为上帝手重重拍因，无死的人拢生毒疮，全城啼哭的声痛到天顶。第6章，上主的约柜停留伫非利士人的地7月日久。非利士人叫遐的祭司甲卜卦的来问，上主的约柜阮着安怎处理？请指导阮要安怎送伊倒去原来的所在？因讲，恁若要送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倒去，毋通互伊空手去。一定着带陪做耶利米，恁的病才会得到医好。恁才会知是安怎上帝继续在刑罚恁。非利士人问，阮得用什么做陪做耶利米？这是甲卜卦的
因讲，照菲利斯首领的数目，恁着做5粒金独仓，5只金鸟鼠，因为恁的首领拢受到相款的灾害，恁着做独仓的模型，甲毁坏恁的土地的鸟鼠的模型，搁着将阳光归乎以色列的上殿，无定得伊对恁的神明、恁的土地为手下留情。恁是安怎要亲像埃及人甲埃及王遐尼硬心？上帝敢毋是严严对付因才放以色列人离开。现在恁着准备一台新的车，2只腰带饲领，毋捌挂担的牛母，将牛母套伫车，甲牛仔囝牵倒去牛巢，搁将上主的约柜下伫车顶，甲你所做陪做的金器放伫约柜边的箱仔内送去。恁着注意看，迄台车若对交界的路上到八十迈，就知讲即个大灾害互咱的实在是上主。车若毋是往迄个方向去，就知拍咱的毋是伊，是咱偶然拄着的。菲利斯人就遮安尼做，因将2只腰带饲领的牛母套伫迄台车，甲牛仔囝关伫牛巢，搁甲上主的约柜以及放金鸟鼠、金独仓的模型的箱仔，拢下伫车顶。牛母往八十迈的大路直直行落去，若行若跑，无偏左右。菲利斯人的首领对伫后面，一直到八十迈的边界。迄时八十迈人伫山谷底收割麦仔，因举头一个看，看到约柜就非常欢喜。车到八十迈人约书亚的园就停电。伫遐有一块大石，因破迄台车的柴，甲迄2只牛母做烧化者献互上主。利未人将上主的约柜甲边仔底金器的箱仔摕落来，下伫迄块大石的顶面。八十迈人伫迄日献烧化者甲别款的祭互上主。菲利斯人5个首领拢有看见，就伫上迄日倒去以革伦。菲利斯人带5个金独仓做陪做祭献互上主，一个为着阿什突城，一个为着加萨城，一个为着阿什基伦城，一个为着加特城，一个为着以革伦城。金鸟鼠的数目照菲利斯5个首领所管，释放的城甲无释放的庄舍来定。因系上主的约柜迄块大石，到今仔日还有伫八十迈人约书亚的园里做证据。上主拍死70个八十迈人，因为因偷看约柜的内面，人民大哀哭，因为上主拍死遐济人。八十迈人讲：啥人会当服侍上主这位至圣的上帝？咱要甲约柜送去倒位？因就找人去见基列亚林人，讲：菲利斯人有将上主的约柜送倒来，请恁来，甲伊接去恁遐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到第6章。